電商同零售業每日都喺度同時間賽跑，新貨上架慢，客服回得遲，廣告創意耗時，庫存又亂糟糟，每年白白浪費幾百萬營運成本，仲要眼白白睇住訂單流失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內容生成器，入個產品 prompt 就可以喺3秒內寫好吸睛嘅中英文標題、description 同埋社交平台文案。實測證明新貨上架快咗8倍 ，SEO 流量同轉化率平均升咗3至4成，幫你搶先佔領市場，營業額明顯增加。企業級 AI 聊天機械人直接駁通你個訂單系統，24小時幫你搭倉存、物流同退貨問題，仲識主動推介商品。零售品牌實測，客服工作量少咗65%，轉單率升咗28%，用更少人手服務更多客，滿意度仲明顯升晒。AI 視覺工具會根據你嘅品牌 kit，快速整好節日海報、產品、生活相同埋唔同版本嘅廣告素材。實測廣告製作時間慳80%，Facebook 同 Google Ads 嘅點擊率升咗4至5成，等每1蚊廣告費都發揮最大效用。AI 分析工具用白話解釋銷售數據，幫你快手找出爆款同滯銷貨，仲會建議埋清貨策略。實測滯銷貨少咗55%，整體毛利率升咗20%以上，資金周轉快好多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電商管家，整合晒機械人、智能助理、內容生成同分析工具，專為香港電商同零售業設計。企業實測營運成本減咗45%，銷售效率同利潤大幅提升，大概5到7個月就回晒本，等你可以專心擴張生意，唔使再俾啲日常瑣碎嘢綁手綁腳。即刻預約 AI 電商管家 demo，等你嘅零售生意喺5到7個月內見到真金白銀嘅回報。